的消息来看，今仔方面通过大陆冷气团落南，气象署发布低温特报，湘北市、基隆、有桃园等7个县市，今仔暗时到明仔载透早，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。气象专家嘛提醒讲，未来10天阁有2阵的东北季风，也毋过拢敢若影响1天尔。北台湾今仔日早起落雨雨啊，民众出门拢爱举雨伞，穿较高的外套。因为初三、拜三方面来，搁再加上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北部加东北部的温度会敢若处理拢共款，一直降。日时温度只敢若17度左右，暗时水汽减少，变做大冷，而且愈滑愈冷。明天清晨的这一段，我们预估就是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局部地区是可以来到10度以下。那至于在周五的清晨这边，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，这个作用，这温度上面也有可能比较低一点。气象专家提醒讲，万事到8日日时，全台湾各地拢是好天气，不过初一礼拜又搁要变天。所来10天有2波东北季风会来，不过强度无这波这么冷，拢是1天就过。7号、10号也都各有一波东北季风影响的情形会发生。当东北季风影响的期间，在这个基隆北海岸、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这边它的水汽相对就比较多了。气象署讲，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各地早晚较冷，并且针对北北基桃等7个县市发10度以下低温特报。不过中南部天气是相对较稳定，未受影响，但是早晚温差较大，提醒北上南落北的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